大家好，我係標 D，一個來自馬來西亞嘅正錶愛好者。今日要整嘅手錶係一隻 Doxa 嘅正裝錶，一眼望落去最顯眼嘅就係個 acrylic glass 跌碎咗，但係應該係用咗一啲膠水黐翻埋去嘅。再睇下個中間嘅秒針都唔見埋，原來係附着響9點鐘方向，咁就免咗要特別買個秒針啦。個錶盤 design 有啲 old fashion， 我猜測呢個 Doxa 應該係50到60年代之間嘅產物。雖然個 acrylic glass 損壞嚴重，但個面盤似乎保存得相當好，經過咗半個世紀都仲有呢一個狀態，都算係難得。隻手錶錶殼有唔少刮痕，但係總體嚟講都仲算係可以接受嘅。個錶冠仲有寫住 Doxa 嘅字樣添。測試下個功能先。可以正常上鏈，因為冇開秒針睇唔出，但係個手錶上咗鏈之後，確實係行緊嘅，有聽到滴答聲，非常好嘅 signal。基本上可以確定機芯部分冇少咗某種重要嘅零件，可以正常調整時間，但係會俾9點鐘棘住嘅秒針頂住。快啲落手整下，呢隻手錶響9點鐘方向明顯有撬開嘅痕跡，一眼就響呢度落手吧。隻手錶係有錶孔嘅設計嘅，所以響拆錶帶嘅時候方便咗好多。可以令隻指南針跟住喐，就代表咗呢個手錶受咗磁。一般機械手錶上咗磁，時間就會突然間快咗好幾分鐘。有呢個問題嘅朋友可以揾附近嘅整錶師傅燒下磁，睇下有冇得到改善。只要冇再影響個指南針，就為之搞掂。跟住之前留低嘅痕跡，拆開個蓋，開盲盒啦。機芯嘅質素幾唔錯，係較為現代嘅第3針機芯。見到狀態咁好嘅機芯，真係開心啊！拆其他嘢之前，先卸咗個發條力量，俾隻機芯停咗先。呢隻手錶需要拆咗個 bezel 先可以掹隻機芯出嚟。好彩嘅秒針冇黐住，好自然咁就跌咗出嚟。鋪個 plastic 喺上面，可以防止拆匙分針嘅時候刮傷個錶面。呢度我用嘅係 version 30636-1。呢種直接用螺絲嚟固定機芯，睇落去就好方便，實質上係比較容易斷嘅。掹開個錶冠，個錶把有少少生鏽，小問題。好啦，終於分離咗。面盤嘅固定螺絲喺邊皮，鬆開個螺絲之後就好容易拎到出嚟。呢度應該係少咗個 dowel washer， 之後再補返俾佢啦。攞開個 overview， 用返頭先嘅 version 30636-1 Cannon Pinion 就會好容易掹出嚟。OK， 換返後面先拆開個 balance。呢個 balance 係冇 shock absorber 嘅，亦即係冇避震器。陣間要再仔細啲拆開。拆開個 balance 之後，就睇到呢隻機芯嘅資訊，係 ETA 製造嘅機芯，有 Doxa 嘅字樣。11/2係指呢個機芯嘅直徑。下面呢個就係機芯型號 ETA 嘅1147。根據網絡資訊，只用於1955年左右。有趣，我都第一擺見有註明直徑嘅機芯。呢個 pallet fork 嘅夾板直線打磨得好幼細，材質仲好似唔同啲添。呢隻 escapement wheel 有 cap 住，先拆開佢。
扭開呢隻 ratchet wheel 嘅時候，發現已經可以左右放動。哇，背面仲有撳添。呢個 barrel hole 因為經過咁多年嘅摩擦，令到直徑變大咗，搖放嘅幅度咁大，係會影響動力輸出嘅。等下用 stacking tool 中翻兩錘先。呢個係 click 防止上鏈之後回彈嘅機制。上鏈嘅時候有滴滴滴滴咁嘅聲就喺呢度走出嚟噶啦。而家正式拆嘅面油強 crown wheel。真係好油啊，仲黐埋上嚟添。冇忘記入邊仲有個 ring 啊。慢慢撬開個 wheel bridge， 攞咗個 fork wheel 先，佢就係個秒針啦。成個 barrel 發條盒就可以攞出嚟，一眼再分解。呢個 cap jewel 需要相當幼嘅螺絲批，咁我需要打磨下呢個螺絲批先啦。OK， 拆埋呢個 second wheel 呢面，我哋基本上就拆晒啦。反返去前面，再拆埋啲 cap jewel。呢個八字形嘅 cap jewel 真係幾有趣，唔同嘅形狀可以幫助我哋分辨應該放喺邊一個位置。York spring 需要頂住嚟拆，一唔覺意飛出咗外太空，基本上係揾唔返㗎啦。最後一步，拆開埋嘅 setting lever， 就咁樣主夾板就拆完啦。好，而家分解嘅發條盒。揾到開口，用力一撳，咁我就打開㗎啦。個 barrel 入邊得少少邋遢，我覺得呢隻手錶喺上次 service 之後，淨係用咗好短嘅時間。慢慢俾個發條出嚟。完全釋放出嚟嘅發條呈現 S 字形，呢種發條係單向旋轉嘅發條嘅進階版，力量釋放得比較均勻。呢個發條嘅 shape 仲 keep 得好好，咁我就慳翻唔使買個新發條啦。我認為最驚心動魄就係拆解嘅 balance， 呢種冇避震嘅 balance 比較麻煩，要清潔上油就需要拆開成個 balance， 比起嗰啲有避震嘅 balance 多咗唔少步驟，增加咗可能整壞嘅風險。使用呢種冇避震系統嘅手錶需要比較照顧，唔可以帶去運動，太大嘅震動會令個 balance staff 彎或者斷。呢一類老錶好多呢個問題，好彩呢粒冇事，仲好靚仔。
之後就係各種清理啦，每個寶石都用 Pickwood 轉返一輪。生性嘅就用除鏽膏。Pivot 就用 Pin Polish 打磨一下。有毛就夾走佢，清潔唔到嘅就掉落去 Ultrasonic。哇，好嘈！經過864粒鐘嘅手動清潔，呢個就係 Final Product。組裝前需要解決一下呢個 barrel hole 過大嘅問題，攞個 stacking tool 出嚟，揀啱咗個 punch 同 stack。將鬆動嘅 barrel hole 攞落去夾住，最後攞個錘仔中返幾下。OK， 先試下啱唔啱。頭先中得大力咗，令個口太窄嘅 barrel elbow 入唔返去。需要下一個工具 smoothing brooch， 稍微開返下個口。OK， 冇之前咁鬆啦，又唔會阻止佢旋轉，搞掂。開始安裝個發條，因為呢個係第一集，我就示範用手塞返個發條落去。講下 Doxa 呢一間手錶廠吧。響1889年，由一位21歲嘅年輕鐘錶師傅 George Dicomon 響瑞士一個小鎮 Le Locle 創立嘅。佢嘅品牌以高性價比、高品質、卓越嘅工藝聞名。響70年代，同好多瑞士手錶品牌一樣，受到日本石英嘅衝擊。Doxa 響之後都轉咗好幾手，好彩而家仲有營業。其中佢嘅橙色面盤 SAP 300潛水錶最為人所知，希望下次有機會俾我整到啦。安裝好嘅發條盒就可以放喺一邊備用。開始組裝返個 balance。Cap jewel 要先用啲工具刷一輪，令到粒寶石閃閃發光。嚟啲防擴散油 Abilam 零件香浸過呢種液體之後，表面會形成一種膜，可以令潤滑油保持喺一個位置，唔會射到去其他地方。呢度點啲 Mobius 9010落去，油嘅份量大概佔咗粒寶石50%就得啦。
啲螺絲實在太細啦，深呼吸一步一步咁樣安裝。安返個 balance 落去，鎖返晒佢。無驚無險安裝完個 balance 放到一邊備用。下嚟就係將啲 cap jewel 一一咁放返晒落去，每一個都係滴上 Mobius 9010。誒，安唔落去嘅次序錯咗，應該放個 second wheel 落去先。嚟啲 HP 1300，鎖返個空心 cap jewel 落去。落返晒啲 escapement wheel、third wheel 同埋 fourth wheel。鎖 wheel bridge 嘅時候需要慢慢調整，確保每一個齒輪嘅 pivot 都會準確入晒啲寶石入邊。推一推個發條盒，每一個齒輪都轉起嚟。開始俾每一個齒輪寶石上油。個 ratchet wheel 已經唔會再左右擺啦。Tailor fork 就係機芯入邊嘅開關，掌握咗傳動力嘅行同埋停。
幫個發條上鏈先，喐下個 pallet fork，推少少自己就識行，代表力量已經傳達到嚟呢度咋。呢度需要一啲油，我用嘅係 Mobius 嘅9415，塗一滴落去 Exit Pallet Jewel 嘅頂部，控制嘅開關，俾啲油同 Escapement Wheel 接觸下，唔夠咗再補返啲油，直到觀察到每一個摩擦位置都有一定嘅量就夠啦。我最期待嗰刻又到啦，一齊見證呢個機芯開始呼吸嘅一瞬間啦！慢慢放，爭少少，到位啦！正啊！淨係靠肉眼觀察都覺得呼吸都幾好喎。將個調整日差快慢嘅 regulator 調返去中間先，即刻上跑步機 time grapher check 下先。time grapher 顯示呢隻機芯而家每一日慢幾十秒，擺幅係 balance 擺動嘅幅度，機芯係唔係健康就睇佢㗎喇。偏振係的同 dot 之間嘅差距0.3對我嚟講已經非常好，就唔需要再搞佢啦。然後就係震頻，呢隻機芯行緊每一個小時18000次嘅震動，最後就係52度，就係呢隻機芯嘅 lift angle，用於計算呢個機芯嘅擺幅嘅。唔同嘅機芯有唔同嘅 lift angle，因為啱啱轉上油，需要俾佢行至少24個小時先，俾嗰啲油充分去到每一個角落。之後我哋再調整下嘅日差。而家我最主要嘅係睇下佢嘅擺幅健唔健康。呢隻機芯嘅正面同埋反面嘅位置，我會要求至少270以上，直到310左右。而家睇到合乎我嘅要求就夠㗎喇。經過洗碗水嘅洗禮，面又強，變返咗做小白面。呢度我會補一啲 Mobius 9504，俾個 click，減少多少摩擦，轉返去嘅錶面位置，先安裝個 Cannon Pinion。安裝到位就會有嗒嘅一聲。呢度我會落一啲9504嚟減少 Mini Wheel 同夾板之間嘅摩擦。響 Intermediate Wheel 都係一樣，唔係每一個機芯都需要呢個步驟。我係根據夾板或者個 Wheel 有冇摩擦痕跡嚟做決定嘅。放返個 Winding Pinion 同埋個 Clutch。再用個標靶固定佢哋先。有摩擦嘅地方，我都會放啲9504落去。鎖返個 setting lever， 防止個標靶拉出嚟。安返個喐，如果你掉返轉，你就會覺得你機智係唔會行得好嘅。擺返正確 ，test 一下，舒服晒。撳住個喐 spring 嚟安就會穩陣好多。
夾板鎖咗之後，試下成個 keyless 系統，順時俾佢發條上鏈，逆時觸發環瓦嘅機制，拉出一次就可以調整時間。最後再放上個 hour 錶，俾個機芯自己行24個小時，俾嗰啲油擴散到每一個角落。而家有時間清潔下個錶面，一般路錶嘅錶面最好就唔好再去搞佢啦，因為十有八九你會令到佢個狀態更差嘅啫。呢個錶面其實仲好正，我呢度會用 Bergeron 7971 Mini 輕輕抹下啲指標就可以噶啦。啲時分秒針都會抹下，呢啲針出現咗唔少腐蝕嘅狀態，唔知係咪因為經年形成嘅。另一塊路錶最快變返靚仔嘅方法就係換錶鏡啦。我呢度購入咗一個31.2mm 嘅亞克力錶鏡，利用亞克力 glass 可以伸縮嘅特性。呢度我會用撳壓錶鏡嘅方式，令個 bezel 可以順利安裝上去。順利安裝上去啦，俾個機芯行足24小時以上，上返滿鏈再上個跑步機，個擺幅非常好，已經去到310左右，我相當滿意呢個結果。而家係每一日慢50秒左右，需要調快佢。我呢度一調個 time grapher 就會有明顯嘅變動。哇，今日個運氣真係好啊！一調就接近0咯，可以準備入殼啦。先將個錶把掹出嚟。補個 dial washer 落去，鎖返個錶面，入落個錶殼。因為呢個錶殼嘅 bezel 可以單獨出嚟，所以我選擇喺個錶殼安裝個時分秒針。喺安裝個錶把之前落啲9504落去。鎖返晒啲機芯固定螺絲，安裝個時針，因為冇日期功能，時針你想安響幾點鐘都可以。分針就需要配合返個時針啦。試下個時間對得啱唔啱？最後安裝返個秒針，因為機芯係行緊嘅，只要安裝到位，秒針就會自己喐好啦。呢個手錶又可以正常活動啦。側面檢查一下3個針之間有冇碰撞到。最後一次安裝個 bezel 同埋個底殼，清脆嘅一聲，搞靚。我呢度用返一條我好喜歡嘅日本豬皮製嘅皮帶。配有 band pad， 搭上呢隻手錶應該有唔錯嘅效果。清脆嘅一聲，再嚟一次，
啊，骨骼疏通晒。最後我哋嚟欣賞下呢隻50到60年代之間嘅 Doxa 吧。就算我係修復呢隻手錶嘅人，我都想象唔到之前甩頭甩骨嘅手錶會變成而家呢個靚仔樣。第三針嘅設計就係咁，只需要幾個數字就可以令大腦輕鬆解讀出嚟，一眼望落去就知幾掂。內圈有黑色嘅標點，對應咗呢個短秒針嘅使用。外圈帶有網格嘅設計，令簡接嘅面盤增添咗唔少嘅層次，真係有趣嘅面盤啊！最後戴上手試下。多謝陪伴到我呢度嘅朋友們，唔知你哋對呢隻手錶有咩睇法呢？歡迎留言俾我知道。第一集就到此為止，下次整錶再約啦。